免问题，会叫要我客栈，侬客栈什么话？行业面呢？都做侬客栈什么话？耶稣叫我三个，不给民能力当，叫做黑点困啊。宁波就别脏，真正民能力当。耶稣叫我三个。叫我三个，不干，民能力当，能力当，叫做黑点困啊，叫做黑点困黑点困啊，叫做黑点困啊。耶稣叫我三个不给民能力当，叫做黑点困啊。也是叫波塞波，就给四徒弟们讲，波就是为你，我对，我呢，它也是可以当我们，也可以当我，不干我自己，民能力当偏僻的地方，能力当零星的就是偏僻的地方，能力当叫做黑点困，歇点困，就休息一下 ，to rest。黑点困啊，也是叫三个不给民能力当叫做黑点困啊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。